同款是诈骗，诈骗满世界吼，屏东离港警方顶个月抓到6个诈骗集团，44个嫌犯，其中也有四海帮的成员，其中呢有12个嫌犯罪嫌重大，法院裁定羁押。警方人员举钢推啊，大力弄门，结果门弄开了后，哇，这个逃走了啊！看到落地窗开，发现嫌犯走去啊，调外面的监视器看，才发现这名嫌犯骹手搁真溜咧，竟然是家己开窗啊，沿大楼的壁边对3楼先爬到2楼，才对2楼跳落来1楼走去。这名查甫人是诈骗嫌犯，最后也是被警方抓到，移送法办。依法逮捕，你先听我讲完。好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，无需要被质疑，意味陈述。这摆行动是屏东离港分局伫11月7日到2日打击诈骗的专案行动，总共抓到44名嫌犯，有诈骗的主嫌和几6位车手，找到犯案用的5台轿车、20支手机啊，另外还有200包的毒品咖啡包。尤其8堂的嫌犯是四海帮的成员。共计查获诈欺集团6团44名犯嫌，其中更有四海帮及不良帮派组合成员。查缉总价值近1000万，经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后，其中12名犯嫌犯罪嫌疑重大，经检察官复讯后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警方讲，其中有12名嫌犯罪行重大，伫复讯了后，予检察官申请起通过。警方嘛表示，后续会针对嫌犯之间的金钱来源，搁进一步调查，看是毋是搁有其他的诈骗嫌犯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